雖然講即馬是還未確定這零關稅的美國土豆當時會入來，也毋過咱國內呢受到這氣候的影響，種土豆的面積確實是有咧減少。有業者是認為講，其實這台灣種的土豆是有加較棒，也若這消費者也認為講，台灣本地這個土豆較免煩惱黃殼毒素。在深溪舊街有名老店的土豆湯拄出鼎，工作人員無用咧稱，四界攏是土豆的芳氣。第一代頭家講，必然有零關稅美國土豆之外，因愛是用台灣的，因為芳氣無法度取代。台灣花生還是比較新鮮，台灣花生有特別台灣的味道，特別的香氣。衛生條來遊客也買幾啊袋，因為本土的土豆上好食，萬一將來美國進口，也是認為台灣的較安心。那它比較會有黃曲毒素，所以吃花生要趁新鮮，運輸比較長，會比較擔心，會擔心，會對，一定會。新店有名福源土豆廠頭家張總管表示，這麼用是本土土豆，未來也同款。水分飽滿，種出來的花生是特別香。用習慣台灣花生的，我們還是愛台灣的花生。面對美國零關稅土豆來勢真凶，在婚宴種土豆人是真煩惱。即馬若零關稅，這土豆攏唔知要安怎。後尾地區種土豆的面積是全國的只2/3啊。後尾電農會指出，即馬部分的高壓價土豆種業者攏經利用進口土豆，未來佫較少恐驚用佫較濟。不過在地農會無認為，台灣較貴的土豆完全無贏面。客族有做履歷。所以，咱收入來土豆有驗土、驗農藥、驗黃曲毒素，所以咱全程電腦鏡跟冷鏈的控管，所以咱的土豆當然是無問題。花生仁雖然他們價格可以壓得低，可是我覺得會有那個黃曲毒素的問題，因為它保存嘛，如果放有潮濕還是品質會受影響，所以這是一個問題。國內種土豆7-8年之間，為19000多公頃，大概15000多。無講也是靠進口來補足，進口土豆大部分摕來加工。農會甲加工業者攏認為，希望因開始推動清楚標示國產加美國土豆，才能做好市場的區隔。記者綜合報道。